咁而家咧就講下呢一題啦。佢就話 T_n 係一個 G_S，然後 T_n 加 T_2_n 等於 x，仲有 T_2_n 加 T_3_n 等於 y。咁佢就叫你揾 common ratio 啦。咁佢叫得你揾 common ratio，咁即係要塞翻佢個 formula 啦。咁 G_S 嗰個揾 n term 嘅 formula 係 A1啦，再乘以 R 嘅 n 減一啦。咁你就可以塞翻佢啦，再加埋 A1乘以 R 嘅2n 減一等於 x，仲有 A1乘以 R 嘅2n 減一，再加 A1乘以 R 嘅3n 減一等於 y。咁樣咧，其實佢哋兩個如果除咗嘅話，其實可以有嘢可以約咗，咁就抽咗啲 common factor 出嚟先啦。A1乘以 R 嘅 n 減一乘1加 R 嘅 n 次等於 x，然後 A1乘以 R 嘅2n 減一乘1加 R 嘅 n 次等於 y。咁呢一個位同呢一個位除咗之後，咪可以約走咗佢咯。咁所以一式除二式啦，跟住 R 嘅 n 減一次 over R 嘅2n 減一等於 x over y。咁佢呢一個就約到佢變咗 R 嘅 n 次啦，等於 x over y 啦。咁然後 R 嘅 n 次咪 y over x，咁你要得翻個 R 嘅話，咪乘翻1 over n 俾兩邊咯。咁 R 就係等於 y over x 嘅1 over n 次，咁所以答案咧就係 B。